来看马来西亚有一个留学生彭业辉，伊用7年的时间走遍全台湾，翕上100万张的摄影作品。伊的作品《绝美之岛》6月初2开始，会伫国内头一个文化科技展览平台来做展览。大轮山地园就伫眼前，观众徛伫影厅，4颗连灯拢互地园包围，脚底哪亲像就踏伫南投六国的土地。为马来西亚来的留学生彭业辉，用硕士摄影记录台湾各所在日出、夕阳、云海，伊用家己的角度来看绝美之岛。这7年来上山下海，行过10万里路，有一寡路特别辛苦。这个是去七彩湖的路上，像这样的崩塌处有20个。非常的可怕。我从台中骑车骑了将近10个小时，终于到七彩湖，一整晚都没有睡，一直在拍摄。科文商用集团6月伫首创的文化科技展览平台上用翕推出一出《绝美之岛》硕士台湾影像集。摄影师彭业辉人伫纽西兰，透过影片分享制作过程。为了表现较丰富的声音，除了搭配原声乐团演奏的本土歌谣，佮运用16声道款式音场，让现场充满大自然的声音。我们16颗喇叭、16个轨道，同时都会播放出不同的声音。所以，如果大家能够在里面，好像就是在环绕的一个场域里面走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感受到身临其境。展场内4面壁加地板拢是荧幕，观众会当透过影像、声音全沉浸式体验，融合自然山川甲人文景色，感受文化甲科技结合的新体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